君君可以连麦吗？君可以连麦吗？对，这就是在找他。找他，好。他等一下应该，对他应该哎来了，君君来了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有来了君君来了。君君来了。Hello，嗨，这是在路上吗？对，我是谁对，我马上来了，一会儿就可以见面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衣服穿好。对，我马上到了。你这是还是戏装吗？你又是准备半夜来吓我是吗？你吃晚饭了吗？听得到吗？挺好吃的。我没有开话筒吗？正在你听到我讲话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好，正在吃饭。什么？这个，我想看看。你吃的是什么？我吃的肉。哦，你们都好亮哦。肉。我们都好亮，因为我们打了大灯在自己的面门上。只有我乌漆嘛黑的。拿手机打一个。我把车两边灯打开了。很有气氛，你这个灯光很有气氛，很有故事感。我没啥唠的呀。好，让我再看一下。你们真的超评论超快的啊！我看不到什么东西啊。我来给你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有点快。他们问我的含片是什么？哦，就是这个喉咙的吗？对，今天大家对你含片非常感兴趣。你这是什么含片？你说一下。把我的台本。对，就是一种含片，其实就是普通的含片。让我来再看一下。这对喉咙的吗？给我一下。对。我是不是有？就凉凉的那个。哦，就像我直播的时候，一堆人问我说：“刘星星的含片到底什么含片？”我说：“什么含片？”因为我还没来得及看节目，我不知道问的是什么含片。是啊，大家对这个含片好像非常之感兴趣，就是说。戚薇不许戴墨镜，戚薇没有戴墨镜，戴墨镜的是 Daisy。戴墨镜，对呀，你们清醒一点。我一直把我墨镜踩碎了。好吃吗？能放进去。君君好认真在吃哦。陈丽晶，你在剥算盘吗？我在找吃的。哦。你在剥算盘吗？我在吃。雨欣，你是定格了吗？雨欣没有啊。这样。小宝在干嘛？小宝。啊。哎，真的。熬肉爬对。我们是不是要聊一下题目？姐姐们，要不然我们的音乐有题目吗？我看你之类的。姐姐们是不是要聊一下啊？姐姐们此前经历都和音乐相关，那么从乘风舞台出发，回顾一下自己之前的一些音乐的经历，最好是没有公开过的一些故事。西西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要不要看一下吗？他在念题目。好，现在就是请戚薇姐姐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好多烟花哦！你的问题是什么？题目要再讲一次。姐姐此前经历都和音乐相关，让姐姐们从乘风的舞台出发，回顾一下自己之前的音乐经历，最好是没有公开过的一些故事。故事。OK， 好像是我都已经解答。还有什么没有公开过的？我能说的基本上都分享了。因为有的就公开一下。我没有，我不会唱歌。我们这个话题要聊的就是有意思一点。对，我也没有，因为以前没唱歌。来，你们分享一下，君分享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我没听见。让我再读一遍吧。你此前经历跟音乐相关，然后你说一下你的故事，大概你的故事。哦，就前段时间吧，一不小心组到了一个队，然后选到了一个歌，
怎么？然后有点想回家。是每一句话后面都会带个音阶。君君你疯了。君君，你这个好吃的真挺好吃啊。嗯。然后呢？你就说你今天表现的好不好吧？反正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。太好了，我看了，可好了，帅呆了，超好，是吧？你们俩那抱的也挺好，抱的挺有感觉。谢谢，是不是我吧？这事跟我有关系吧？谢谢你。昨天那个来找我聊天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刚好坐在那个我旁边的那张床上，然后我那张床上放了很多衣服，然后他就是那几天太忙了，没有空叠衣服，房间也挺乱的，然后他就坐在那儿跟我聊天，聊着，然后他就开始摸我的衣服，然后就开始自己就叠起来了，然后他离开的时候就发现我的一摞衣服全都叠好了，就放在特别干净的放在那里，是这个意思。君君啊，就是这样，特别的自然。我可以随时帮你整理哦，行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会帮你整理。反正需要我帮你们那个君君啊，那君君说个事儿吧，就是说一下星星吧。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吧，大概4点多，然后反正我们还没睡，快要睡了，然后也很累了嘛，然后星星就把那个脑袋忽然，他们那天不是走台彩排走得很晚嘛，然后一个头探进来，然后带着一张很温暖的笑脸说：“睡了吗？”然后当时我们说要睡啦，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他那天刚崩溃回来，然后是吧，哭了是吧？但是一点都没有体现出来，而且是那颗头探进来是很温暖的一张，那颗头探进来是很温暖的一张笑脸，说睡了吗？然后后来我很后悔没有给他一个拥抱，没有安慰一下你。好，没关系，你等一会儿。但是我觉得你知道，那不行，我也得再说一件君君。我也谁事？我也要说一件君君的事情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在公演结束的那天，然后其实大家就是这个最累的一天吧，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到第二天，其实也是要一大早起床的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已经下楼去化妆了，然后我就看见君君的化妆师2个人在那里来回踱步，然后我们化妆的时间是一样的嘛，然后他们2个就说那个欣姐说能不能麻烦你看一下君君怎么样了，然后我就说我说好的，我马上去，然后我就跑上去以后发现那个房间一片漆黑，然后君君就是躺在被窝里睡得还是非常熟，然后他应该是闹钟已经响过好多次了，然后但是就是我起不来，大家也知道对，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是录节目很辛苦，没听到，他平时也很辛苦，然后就是已经累到完全听不到闹钟了，然后我就跑到他旁边的那个床上，然后就拍拍他，就因为你叫他他也听不见了，然后你就只能拍拍他，然后说你们知道他那颗头离我多少近吗？他那颗头就在我这里，然后我刚想叫吧，他对我来了个那颗头就在我面前。你别喊嘘。我觉得我那个抡完大旗，那个星星在那个火堆前扛那大旗，然后还有戚薇姐那扛那大旗，那俩镜头真贼好看，超帅。那你的盔旗也把我们帅翻了，真的，你盔旗那一下简直了，我说哇，盔旗为什么还可以扔起来？那就互夸一下吧。
有 DJ 姐姐那个踢腿也很帅，那个这个对。君呢？君，你最近有没有听什么歌？我在听那个呼啦呼啦那个仙儿在那个就那个呼呼的那个歌，呼啦呼啦，就吹呀吹呀的那个。椰子吧。现在君很开心的卡住了，笑得很开心。也卡住了。我们大家轮流卡就对了。那个地方信号没有那么好。花花，现在换我卡在这边了啦。对呀。那我这个是妹妹，是你帮我带吗？哦，那我先下去带个麦啊。好，我到了，你到了啊，你已经到了，我们也要赶快回去了。那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大家也要去听规则了，各位。但是我现在看直播。OK， 好，大家也要去听规则了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一起回去跟宿舍的伙伴们见面了。我怎么又没了？我又卡没了。我没卡没的不是谁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弹跳。很抱歉大家，今天我们可能在的位置掉了，不太一样，所以那个信号没有到那么好。好的，直播体验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就是好了，晚安。君，宿舍见。我们下次找一个网络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再跟大家聊天。拜拜大家，拜拜。没办法，连不上。拜拜，大家晚安。你也麻烦，你也应该晚安。哎，也不知道君是多久没播了，真的要把粉丝们憋坏了。昨晚君一连麦，粉丝像疯了一样给君刷礼物，我君现在的人气简直了，可以看出大家都想念娃，反正就是拼命凑，怪不得姐姐们说君是小活宝。希望君以后能开直播，让我们也都在网上见。希望君多爱惜自己身体，也期待君更好的作品。